博客伴讀，千夫諾諾不如一時惡惡。作者馮偉光。最近一宗世紀大雕廣受關注，亦都成為咗大國博弈嘅焦點之一。但係喺回顧呢件事喺最近3週嘅發展，呢場係一場精彩嘅輿論攻防戰。據報道有關集團早就喺3月12號就已經請呢個寫手發表文章，為一宗廣受關注而且涉及100億美元嘅大雕做輿論鋪墊呢，本來係無可厚非嘅。有關文章都係疑似讓公眾同埋各方聚焦喺在商言商，就唔好將大國博弈嘅因素帶入嚟，令到公眾對事件有完全唔同嘅評價。但係喺一宗涉及廣佈23個國家嘅資產嘅重大交易，好難只係用在商言商嚟睇嘅。尤其呢23個國家涉及歐洲、亞洲、美洲同埋非洲。歐洲有英國、德國、荷蘭、比利時、西班牙、波蘭、瑞典、丹麥、法國同意大利。亞洲就有韓國、泰國、馬來西亞、越南、印尼、緬甸、巴基斯坦。美洲就有美國、加拿大、墨西哥、巴拿馬。非洲就有埃及。單係睇呢長長一串嘅國家名單就知道呢系列嘅國家同我哋國家嘅一帶一路有唔少重合。因此喺評論呢宗世紀大雕嘅時候，必須考慮國家主權、安全同發展利益呢啲因素。咁就難怪有評論員會用上民族大義嚟去評論呢宗世紀大雕，呢個係大義之所在。有人引用1960年代文革極左思潮嚟去類比今日嘅愛國言論，言下之意搬出民族大義嚟評論呢種世紀大雕係過火啦，係左嘅言論，係幫倒忙嘅。但係1960年代同今日根本不可同日而語。當年係天下大亂，連我哋國家外交部都被奪權，對香港更加係鞭長莫及，難免掛一漏萬。今日就係強調看齊意識。官方輿論同舉措要同中央保持高度一致，點可能將兩個不同嘅時代相類比呢？亦都有人引用一系列中國企業嘅最大外資投資人就係今次世紀大雕嘅買方，用呢個嚟反證呢種世紀大雕係冇問題嘅。但係相關嘅評論員似乎忘記咗一系列中國企業引入呢間外國投資機構，只係睇中佢嘅資金，管理權仍然牢牢掌握喺中國人為主嘅管理層手裏邊。再者，呢一家外國投資機構，佢唔係控股內地嘅一系列企業，佢只係內地一系列企業嘅重要外資股東而已。呢個同今次將相關資產全部賣斷100%控股嘅性質完全唔一樣。有趣嘅就係喺場輿論戰裏邊，有個別立法會議員選擇沉默，有平日愛國嘅 KOL 就會強調在商言商，又或者會引用其他中國企業都係引入呢一單大雕嘅買方資金㗎啦。對國家嚟講，能夠成功叫停呢種世紀大雕，當然係頭等大事。但係喺輿論橫飛、唇槍舌劍嘅時候，亦都能夠睇到究竟邊個喺平日係千夫諾諾，邊個又喺關鍵時刻一時惡惡。滄海橫流，方顯英雄本色。邊個喺大是大非嘅時候，堅定咁維護國家發展利益，同埋嘗試提出有效嘅解決方法，先至算得上一時惡惡。